前卫生福利部疾管署的司机洪瑞和发文指控，前几档疾管署有一个委托案，是由前立委陈怡民主导的台湾预防医学学会标调，伊质疑讲有利益的冲突。疾管署是强调讲，标案拢有依法来办理，会当来接受检验。并且登批大文指控卫福部疾管署救援检裁判涉嫌多例，伊是前卫福部疾管署书记黄瑞和，指控1806年疾管署委托一份研究计划，由前立委陈怡民所主导的台湾预防医学学会得标，伊质疑有公职人员利益回避的问题，佮认为家己因为迄时阵做告发的第一人，当别人的财路，才做了调职。那这个计划案就是由台湾预防医学学会得标，那这当中有一个计划主持人，然后还有他也是研究人员，叫做陈怡民，就是卫环委员会的立法委员陈怡民。那他那个时候不是召集委员，但是他之后担任很多任召集委员。洪瑞和并且破文表示，陈怡民迄时阵掌握对卫福部法案的备案权利，就算高瞻视野，伊有权拒绝和台湾预防医学学会合格，不过最后权贵也是摕到利益。不过疾管署也用正式声明回击，这标案伫1800年到1806年期间。迄个时阵，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还未修法，1807年修法了后，也敢若要求事前揭露、事后公开，一切依法办理，应受检视。107年修法之前呢，非营利事业的这个公职人员及其关系人是没有受到这个法条所规范哦。那当时这个预防医学会适用旧法，它是属于非营利事业，所以立法委员兼任这个非营利事业相关的一些职务呢，是不构成需要利益回避的条件。当时何讲，因为这代志，考职连续2年以顶，伫北约期满了后，才离开疾管署。杜希军最后强调，这案件已经进入司法审理的阶段，若有查到任何不法的代志，会依法严办。记者综合报道。